中华海珠是一只提出水海豚的细象征，对海珠传那个嘅次的比准，通过皮嘅出水海嘅无奈带落去，故所能种得出丰富嘅物产。2012年，中科20年起本人打算要对此的比准起水，当地农民都放起来抗争，要保护农业的水源。每年正一百嘅富水运通，乡民被强减起来嘅。去年的喜事，海珠都用无奈一只名嘅来判文化贵，大帮各种嘅活动韩国艺术呈现，而去参加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一个无奈。还会大家尤其是细人的知道，奶是一好的东西，水同土地又有一重要的，而同富水运通的精神相续下去。浊水溪带给我们的这个黑泥，那让我们孕育着我们所有的下一代，然后孕育的灌溉的我们所有西周的田地。那去哦，摕无水人啊，食这土就变讲无效去啊嘛。水稻嘛，水稻就要有水啊。波狗头类、火锅类，及冲浪一个发土也快时代。准备要出发了！考罗大鼓海珠国上去通题，为到人嘅100个发土，都当荣幸大办论样解，归路个几米让嘅情分样。纸帽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还有这个手摇铃啊。今天是采取一个环保的概念。我们是用纸板，还有垃圾袋做裙子，还有盔甲，然后加一些纸板贴东西，然后做造型。7、8年前开始，海珠当年都被判文法规，一去到表演，将用无奈来做主题。听名称西周文化，其实你不知道文化祭这东西要表达什么。那后来我们才惊觉到，其实我们生活在浊水溪畔旁的一个乡镇，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资源，然后去让大家重新的正视这个事情，或者正视这个环境。如果没有水也没有土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块土地上务农为生。所以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主题，才确立说我们要来办西周黑泥祭。贵推因搞来的热带皮，条蛤蟆小朋友还讲讲，帮妹就搞得动跳。等一下丢人的，等一下丢那个主持人。衣服干掉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丢主持人。没有，我第一次。他不会觉得很脏吗？不会，还好玩。虽然在地农业为主的种植，也冇乜機會學阿用搞解，肯定能夠每度在來在去，搞到貴信度來。就不知不觉就玩成这样。一开始的时候会怕吗？会，然后后来就不怕了。多一点人文的关怀，多一点自然的关怀的时候，自然慢慢的，以后我们就会更珍惜这片土地。看到他玩得那么开心，我就觉得，这一次带他出来是值得的，对。所以玩到那么脏也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就是一定要脏啊，要不然他就不是小孩子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哈，可以讲从来没有碰过这个泥巴。那他们也很畏惧的这样泥巴，你来摸摸我们的泥土，你来踩踩我们的泥巴，你会觉得我们的泥巴真的不脏。湖南为欧洲其实让你两地土地涵盖守住生命，也因为今年的5年前嘅富水运动，大家下了解水老奶就结出让地。水若流，万物就死；水若止，众生就悲。水就是咱的生命，咱爱感谢天地。
超過比準係全推翻挑一屆公家規比作準內，也係海酒、啤酒、二點等體衝繞關區嘅巡演。不過前中口二點燃氣上嚟了後，為對超過比準巡演挑起水，農民動壓新的自救會來爭取權益。我們今天在這邊聚眾集會，未經過申請，已經違法集會影響第25條規定。2012年5月，跳水工廠冒頭就會入到超過比準做工廠，農民唔驚危險，保衛怪獸，加快爆發衝突。對該開始，農民也啲解搭棚嘅清楚抗議。你剛剛有發生那個衝突嘛？警察嘛來啊，嘿，警察來啊，要對咱的農民甲鄉長甲我舉牌，舉了2次牌，啊，所以直接將這個棚子將直接就地了搭起來。為咱企業伊就個水頭要炸水了喎，要裝殼安尼。啊，這農民知影咱趕緊講，啊，這無處理袂使，無處理就是講咱這個土地變咗會無水通啊食。所以當陣發現講有怪獸的時陣，大家攏足緊張的安尼。當然啊，就擔心嘛，係啊，就大家。陣攏啊，少少啊，就咱咧開始，要規年的迄個，規年的抗爭安尼，真正迄陣足辛苦啊，去台北10外屆。喂，到這邊有小條嗎？快，你攞我啦！我在給你看啊，你這隻啊，全部大隻嗎？賣就說啦。村民喺台樹下打嘴鼓，獻風氣氛變得更緊張。較緊來啦，夭壽，較緊來啦！兄啊，弟啊，大台啊，大台！怪獸，過來啊！點前嘅中跳就出現怪獸，農民向下來對抗。你搞落來！巴島怪獸就係來為水準抽水，好得唔係正經嘅，唯獨係宣傳無奈貴，係中意用浮水故事做主題，翕得樣片，下人也做程度係餐廳有名。恁人未少哦。落水高頭。對。就是落水高頭。阮就是來參加黑儀式啊！迄年個真清氣的山頂安直接來安尼，啊才從這個黑年節，黑年節今年才都拍，或者拍講拍一個電影啊，安尼啊從這個趣味安尼啊。我們就把這老大把它形象成像一個惡勢力的一個形象，後來才發現，這怪手上面有一大坨黑泥，原來他也是要來參加黑泥季，一起跟我們守護這塊土地的土壤。並不是講咱這做一寡百姓的愛安尼抗爭，其實有當時啊足儕代志吼，他們的那個因為政策若唔對，真正就唔對呀，係啊，所以講其實田足重要的，咱食吼。真正最重要哎，因為反中科搶水運動，所以就有一些媒體來採訪。那麥克風遞到農民面前的時候，農民就開始會勇敢的講話，甚至驕傲的講說：“啊，不然咱台灣要吃什麼？”他那個自我意識會出來。其實這是運動帶來的加成作用。
农业十九电南国每度走，在上下上走一就5家，抗癌嘅很密切，跌到咧相互扶持，嗰繼續起來中共錢。超難走的。 没有做过务农的人没有办法走路，可是第一次体会真的超好玩的，脚超痛的。第一次玩，第一次下泥巴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真的好玩，都市人要来体会一下，真的。 黑泥季是一个软性的运动，然后透过就是学校还有社区，大家一起来护水的采接，也是在宣扬，就是说我们要守护这块土地的这个心念，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众来认识这块土地，然后进而来爱上这个土地，会来守护这个土地。 利用多種嘅方式為大家來接權奶，會從航海組織嘅提獻奶調，係藝術家用阿妹嘅現象，用8公噸嘅溫水好嘅烏奶，甜甜嘅雕塑出來嘅。溪州這邊是濁水溪沖刷出來的一個平原，所以濁水溪帶給溪州人非常多，就是經濟上面啊，然後或文化上面的幫忙這樣，然後所以他們就想說，希望濁水溪像媽媽一樣孕育這裡，然後所以這個女生是懷孕的狀態。 喺那其實撇除開始，出場藝術家到中條度帶住波個來創作，兩條啲幫嘢所能樹下嘅水牛，除係用烏奶、加父母奶就是呢。水牛本身的顏色塑造出來就是它本身的顏色，我們不用再過多的彩繪或再做什麼，然後水潑了以後，它就是很自然的出現那種很樸實的味道，所以我表面也故意做得很糙，然後讓它像牛在泡在 那個水塘裡面的那種景象。村民喺橋下落邊基地嘅風格豐富整理起來，河本藝術家打造一個用在地故事為主嘅天中下藝術空間。阿媽攏會講，你若是無愛食飯吼，去互山頂的妖會甲你食去，被吃掉了。濁水溪本身它其實很多漂流木，那剛好山上會有很多木頭漂流下來，對，那我希望可以在這個香水裡面創造一些 神話或是一些傳說。呢個作品按照烏奶古怪，用水流木落本單貼片嘅造型，嗰家是東西就是呢。它很多情緒不平的狀態有沒有？來類解的康一個大洞，什麼這個都是很天然的狀態。本單看起來唔大眼嘅色素菜，變到當相機，詳細一看，就發現嚟到當新世界東西。 我定咧跟開玩笑，甲遐志工會員開玩笑講，藝術家就是要做，你看袂啊，這藝術啦，看袂唔叫藝術啊，在他們打造之下，用那些高爾漂盆啊，我造那些巨龍小山哦，我造得真好啦，大家學了較得意啊。包括这个空間也是，就是它雖然是廢棄了很久，可是重新整理過，再重新被運用的時候，它其實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後面等着被啟發。很多的藝術家進來，其實是對農村帶來的一種擾動。我覺得是有一個讓這個農村更活潑，然後更開放。 也是係開始，也希望大幫安樣來到海珠家己都了解到兩地土地當地嘅發生嘅事情。浮水潤通過後，覺得後生啲也處理起清，農村就按動乜嘅就得去發展。從係了解就努力上重新打造嘅農容書店，就係這個地個。因為有這個空間，其實我們也認識很多對農業有興趣的朋友，或是說有這樣的一個平台，我們有機會把溪州的一些好的農產給推廣出去，然後或者是辦一些跟農有關的講座。以上滿貫的三四十年，一下在個大塊內變成海珠嘅基本農業基地。很多東西是在這空間裡面看不到，但是可以透過這個空間，讓我們有機會跟外面的人認識，然後把我們在做的理念跟想法給推出去。天上時，一到搞到安然自在，遇到困難嘅下，大家就強下出來對抗。浮水潤通結束了後，也力量留幾多嘅精神，還係繼續下去。溫水好嘅無奈，貼片嘅素材就係幾動音，也讓海中人來減強下唔會崩潰。